能跟我们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提到这个两位牧师跟那个教会的公报的那个相关人员，然后再就是说后续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OK，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对林方仲长老教会总干事林方仲跟方兰亭社长，还有这位林姓的记者的提告，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们极度的偏袒刘伯温。那在做新闻的时候呢，对我们台湾百合正义呢也是极度不公平。那我们也跟他接触过了2次，可是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们做说明，那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负评新闻给下架。可是呢，他们完全置之不理，不予理会，这个是让我们非常的生气，而且我们也等待了2个月，他们还是不予理会，所以我们决定今天要提告。那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林方仲总干事呢，他在基督教长老教会的表现呢，大家的风评啊，都是说他是一个非常专横、强硬、霸道的一个总干事，可以说是历届总干事以来最强横、最霸道的一个总干事。我们现在举例来说明啊，我们现在做一个举例说明。这个是长老教会，怎么说它是专横霸道呢？这是长老教会在这个11月29号在教会公报的一个报道。那在教会公报的内容呢，当然有很多，那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要有6人小组来调查马偕医院呢私设3家公司的事情。OK， 可是各位可以请看，总干事林方仲跟方兰亭社长居然在标题上面加了一句：马偕医院遭媒体误传成立公司。也就是你的内文是总会要去调查，然后呢，你总干事居然可以在标题上面这样子改，而且这个事情在总会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抗议。可是据我们知道，到昨天为止，我们还上网去查，这一个标题到现在还没有撤下来。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说，林方仲总干事跟这个方兰亭社长他们是如何的掩护刘伯温。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针对的为什么会对他们提出家族诽谤的2个原因。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据我们所都知道，林方仲总干事呢，因为他的作风强硬，所以呢，在长老教会内部呢引起许多人的不满。那在过去的3年来，多次的有许多的牧师长老呢要对他提出罢免案，可是呢一次一次的都被压下来了。那台湾百合正义会在这边公开的呼吁，如果说林方仲总干事呢在1周内他不愿意下台的话，那我们很乐意的跟长老教会里面有正义感的牧师、长老以及台南神学院的校友们合作，我们可以开始推动罢免总干事林方仲的行动了。好，这一件事情呢，过去我们从来不去干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觉得林方仲总干事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而且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不可以说谎，十诫也讲得很清楚，不能说谎。那身为一个长老教会的总会的总干事，位高权重，居然可以公然的说谎，多次的公然说谎，所以我们觉得他实在不适任于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也很乐意的欢迎这个有正义感的这个长老、牧师以及台南神学院的校友们，如果你们想要再一次的推动罢免林方仲总干事的话，台湾百合正义会很乐意的跟你们合作。是，那所以请问一下，今天也声援那个吴千柱牧师是为什么？我们也不是我们倒不是说声援吴千柱牧师，我们只不过是站在一个公道的角色啊，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刘伯恩在设计污蔑的一件事情。基本上呢，在3站民变事件中，刘伯恩指称他们到去成立这个中国的公司，可是事实上，经过本会的调查，也经过总会的调查，根本是子虚乌有。那我在这边可以很负法律责任的向各位报告一件事情。整件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吴千柱牧师在9月份，2017年的9月份，
在马偕医院的董事会上面公开的反对刘伯恩董事长跟施寿全院长他们成立3家公司，违法成立3家公司的事情，这是违法的。所以吴千柱牧师是当时在会议现场里面唯一具名要求登录会议记录。好，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行动。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呢，所以造成刘伯恩施寿全呢对吴千柱牧师怀恨在心。所以呢，刘伯恩就利用一张名片跟一张照片，就将他抹黑，形成就是他是这个山寨名片事件以及到中国成立公司的一个主角。那这件事情，刘伯恩再透过他的传播，再透过他的公关公司，再把这种错误的消息呢，再释放给所有的各大媒体，召开多次的记者会，在10月份，相信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这些新闻都还在。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敢对抗刘伯恩的一个长老教会牧师，居然因为挡了刘伯恩的财路，刘伯恩可以用这么心狠手辣的方式去摧毁一个人。好，还有另外的包括这个副院长，包括这个其他的人，等于说他可以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做了一个假事件，然后去抹黑、栽赃，来修理这些人。站在台湾百合正义会的立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因为总会呢，在3月份的总会的会议当中呢，已经公开的给吴千柱牧师一个清白。那我们也得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呢，就顺便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要当一个好的牧师真的是不容易啊，那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有正义感的牧师被人家糟蹋成这个样子，这样子是不对的，对。